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 U On Live 全新系列嘅適者生存。阿 Sam 希望喺不同嘅 topic 講緊市場嘅改變，亦都話俾大家分享一下有乜嘢我哋可以做到嚟適合個市場嘅需求。嗱，今日所講嘅題目係產品。以往大家做產品，我發覺一樣嘢，一做有10年嘅時間。以前做嘅汽車10年一個系列，而家點啊？而家開始改變晒啦。因為現時大家要做好一個產品，要不斷改進。你好似玩啲360嘅 cam， 你差唔多每年換，都唔使1年啊，換一個新款啊。upgrade 咗 angle，upgrade 咗啲嘢。你買電車係不停咁換，1年換一架，一個新款又1年就出一個新 model。手機唔使講啦，而家係1年有一部新款，或者幾個月有個新款啦。所有嘅產品個 life cycle 喺度變到越嚟越短。咁我點做新產品啊？所以一個 innovation 好緊要。我唔可以做一個新產品，即係外殼有少少變動，我要功能上有變動，所以做新產品嗰個概念或者做產品嘅概念好難，仲 keep 住一啲嘢做幾十年，除非你話做一啲咩酒啊之類咁嘅嘢啊，raw material 你冇得改變嘛。但係你做醬油好，你係做其他即係汽水好，或者係一啲功能上嘅燈啊或者凳啊都好啊。要不停咁出新嘢，呢個係阿 Sam 喺度社會做工作之後，呢10年發現咗我哋產品嘅 life cycle 係非常之短。第二樣嘢，我哋要做嘅產品越嚟越要似 AI， 即係話呢嗰個產品唔係死咕咕擺喺度，反而要有功能、有 feedback， 再可以嘅加埋 IoT， 即係話呢。手機可以控制佢，係可以知道了解佢收集嘅 data， 或者手機可以提點佢。而家好多gadget，即係啲產品嚟講，全部同手機同所有嘅產品都有聯繫，所以你可以喺屋企或者屋企以外嘅地方都已經能夠睇到樣嘢啦。所以要 develop 產品唔容易，仲要記住你 develop 咗一樣嘢。再連續有新嘅產品，要不斷咁推出嘅市場，先至能夠做到一個好嘅品牌。所以我覺得我點解要做 U On Live， 就睇到要投資做一個品牌係越嚟越難啦。反而用服務嘅行業，因為服務你可以做咗不同嘅唔同嘅模式嘛。呢啲我可以做服務洗衫，可以做洗車，可以做，你可以不停咁加到你啲服務，同埋就增加你嘅服務，同埋改變你嘅服務，即係將個 HashPoint 加落我哋 U On Live 裏面已經能夠做到呢樣嘢。所以我覺得產品會唔會大家再做一個自己嘅產品發展出去呢？其實喺呢幾年係越難啦。呢啲大部分都交翻俾啲最大嘅公司。要請一班好強嘅 R&D， 好有市場嘅觸覺嘅人嚟做呢啲，你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好嘅。所以第時會有兩立，一個就係咩呢？一個就係大公司有自己產品，冇乜點服務，全部靠 online 做嘢。第二類型嘅就係佢唔需要產品，佢 carry 啲產品喺自己身上，做一個小區經營，俾唔同嘅服務，搞好市場嘅關係。我覺得第時嘅生意會走咗呢兩個嘅模式，所以國際商業嘅模式，大家要諗嘅時候，比以往更加大嘅投資。所以我覺得你不如做一個小區經營啦。今日如果大家對以上嘅題材有咩意見呢？請 send 過嚟 info@uonline.com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，拜拜。